今年1月底接受美国国务院的邀请，伫美国各主要城市巡回演出的双子二重奏简又廷甲简又仁双生的兄弟，因为大受好评，佥然成为世界级的演艺团体。即届受到台南市爱乐协会甲立委慈善文教基金会等一个单位邀请，4月8号将伫台南文化中心来演出。这两个演奏家哈，他们是双胞胎的兄弟，他们的默契非常好，所以他们整场的演出呢，这个都可以说非常那个默契非常好，而且非常的让大家惊艳。因为打击乐器的话，通常都是敲敲打打，有木琴啊、大鼓、小鼓什么的啊。他们的乐器有一卡车，几卡车哦，那只有2个人的演出，但是他们的乐器有一卡车，他们2个兄弟呢，从小时候呢，因为他父亲是在宜兰开铁工厂，小时候他们在家里在工厂里面敲敲打打，他父亲就说，那你们2个兄弟喜欢敲敲打打，就去学打击乐，然后把他送到朱宗庆那边去学。朱宗庆大家都知道嘛，就以前是台北艺术大学的校长，他的那个打击乐是全国最有名的哈，所以他到那边去学了打击乐之后，然后长大之后在那个台北艺术大学毕业之后，然后又到丹麦，全世界最好的一个打击的音乐学院——丹麦音乐学院去学打击乐，然后在那边拿到博士学位。后来在欧洲，也拿到2个世界冠军的那个打击乐的那个表演哦，很厉害。无懈可击慈善的音乐会还有邀请这个双子二重奏打击乐团担任演出这个是我读过咱罗理事长所介绍到的这个乐团这个票房的收入结余也将捐给土耳其这是这个赈灾的一个部分协助其重建家园。议员李克伟表示，因为7年前台南的大地震，台南市爱乐协会甲溪头知名饭店创办人李立宇共同发起为台南祈福的音乐会。这届音乐会的收入嘛将捐赠予土耳其来赈灾，甲台南一寡弱势团体，同时嘛将部分的票券分送予弱势团体甲各级学校教音乐的学生，希望将爱甲音乐来传承延续。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